如果當日我就咁死咗喺手術室，我會好後悔，冇踏出一步改變。過去1年，我好似跌咗落無底深潭，離婚、大病、欠債，每日俾追債電話恐嚇。我以為人生已經冇得救，點解會搞成咁？係我無知，係被屈，定係我從來都唔夠膽面對？我覺得無路可走，想放棄人生，但每次見到我個女嘅笑容，我就問自己，如果我放棄，佢點算？直到揾到馮術幫手，我先開始醒覺，點解我要俾一堆債務定義我嘅人生？我唔想得返一堆冷冰冰嘅數字。欠債絕對唔係終點，我同我個女嘅未來值得我再試一次。人生從來唔係得一個起點，你不如都試下重啟你嘅第二人生。